成输给昨天的疲倦，别在每个午夜感慨匆匆的流年，别把每个遗憾丢在慵懒的昨天，别把每个努力抛给遥远的明天。今天就要出发，才能到达想去的终点。我这梁教练啊，这一天到晚的啊，跟黑白无常一样，走到哪儿就说到哪儿。我们敬了我们吧，啊！刚心脏病都快被吓出来了。哎，我觉得梁教练也是为我们好。你换别的教练，谁又管我们训练，又管我们文化课呀？我是觉得有点小题大做，没长梁教练。有的时间多玩玩多好。哎，我们出来打球，梁教练不会来管我们吧？哎，梁教练，梁教练，我说你们几个挺会钻空子啊！我这稍不留神，你们就跑到球场上来消遣了。现在，立刻，全给我回去上数学课去，快点！东光，我们刚打，快点儿！一个个的。对。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下面我来公布一下成绩。第一名吴昊，第二名高峰，第三名沈亮，最后一名周瑜。不会这么惨吧？你们一定想知道这是什么成绩的排名。好，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们，这是这次期中考试的文化课排名。我以为是什么成绩，无所谓。你们的第一名也不过是345分，不及格，全军覆没。哎，那个教练，我们不都是体校嘛，文化课就都。对呀，我不靠成绩说话。大家不要那么躁动啊，都安静一下。我现在给你们打个预防针啊，以后咱们体校政策变了，文化考试成绩也是衡量你们的一个标准。学校决定啊，这次期末考试，只有文化课考试合格的人，才能参加跟邻省的友谊赛和以后各种性的全国比赛。所以你们心里掂量掂量吧。啊！教练，这么高，进到体校是没有好的体育生。那你也好意思说呀？救救我！自己努力吧。哎呀！没用，只能靠你们自己自救。哎呦，这要几百个怎么办？这么慢就会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又要训练，还要学习，有什么哎呀，你说咱们要文化课过不了，那全部白训练了吗？现在知道晚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哦，你这第一名，你比我高几分？况且啊，你看这还有个垫底的。别闹了。要我说啊，我们几个就是英语成绩拖了后腿，但凡英语能高几分，文化课早就过了。哎，不是你去找冰冰姐啊？你跟冰冰姐关系好？
你让他跟我们单独补习啊？我不去，找他很没有面子。嗯，对啊。我去。啊？相对面子而言，比赛更重要。给我住！怎么了？就算要去，也得按我的方式去。你的方式？我的方式。什么情况？吓死我了！你们没别的事儿，我们几个准备了一些零食，想要慰问一下辛苦的冰冰老师。对，无事献殷勤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就是想请冰冰老师帮胡景天补一下英语。对。哎，不，不止我一个人，就大家的英语就都需要您的帮助。就是这个我们英语要不及格的话，过后那比赛我们就参加不了。对。你们倒好，凭什么我上课不好好听讲，作业也不写，现在反过来让我给你们补课，什么意思啊？把我当免费家教呢？怎么会呢？没有。对，帮个忙。其实这事儿吧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说，什么条件都可以，完全可以。浩哥有钱，峰哥一表人才，老师你就行了，我的条件是双倍作业。啊？怎么不行啊？我这条件不过分吧？行，我帮你监督他们啊。可以，不过分。这还差不多。那就一言为定。好，谢谢冰冰老师。谢谢冰冰老师。周宇啊，你不说话，什么意思啊？我都行，你说什么？我都行，你说。听不见。我的英语真的。你的饼干。我说啊，你们这次找我可得好好听我的啊。哎，行，知道了。我说做几道题就做几道题，行，一道不能少。好，不能少。我说什么时候交就什么时候交。少一点的，必须的。我怕是不是太严格了？给我打个这个吧。哎，有白切鸡。啊，冰冰老师您说好，那个打点那个白切鸡。别的。高峰哎，冰冰老师。 91，哇5号，哎83，分儿挺高。可以。吴景天啊，你也可以啊。 76，多少分？76。周瑜70，可以，过了就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放心了。这个卷子啊难度还挺大的，
你们能考成这样，那期末考肯定没问题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谢谢冰冰老师。回头请你吃饭。哎，这样啊，我们玩个有意思点的。你们4个呢，但凡有1个不过，就得请我吃饭；但要是4个全过了呢，我请你们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是啊，我们能请你的。哎，这要是能考过了，可是凭本事吃饭，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。那今天谢谢冰冰老师了。谢谢冰冰姐了。对呀。哎，我辛辛苦苦半天，怎么感觉只教了3个学生啊？这某位难得及格了的同学，是对成绩提升还不够满意吗？怎么还是没有一句感谢的话？哦，我觉得谢谢这种话要等正式考试考完之后再说，对吧？早知道你这么不领情，我不帮你了。帮不帮忙是一回事儿，帮没帮上又是另一回事儿。是精品。哎，冰冰，周玉，嘴可以撅。你给人都气走了，怎么说话？这么开玩笑的吗？不好笑吗？看看去，不好说，快走去看看去。冰冰老师，在迷茫中转圈圈，重复一天又一天，明天依然遥远。在茫茫的人世间，重复1年又1年，我却已不再是少年。就算大海是无限，我也要勇往直前。当我逆流而上，看到的是广阔的天。别再每天早晨输给昨天的疲倦，别在每个午夜感慨匆匆的流年，别把每个遗憾丢在慵懒的昨天，别把每次努力抛给遥远的明天。明天，在茫茫的人世间，重复1年又1年，我却已不再是少年。别把每个遗憾丢在慵懒的昨天，别把每次努力抛给遥远的明天。今天就要出发，才能到达想去的终点，像飞鸟冲破风暴，永不停歇。今天就要出发，才能到达心中的明天，像种子悄悄发芽，梦在心间。去看看，感觉这次题不是很难啊。我觉得还行。啊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行。好了吗？哎呀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。这么自信？哦，怎么样？什么结果？不会吧？他们的成绩呢？
怎么了，你妈？没过啊？不会吧？他们的成绩呢？基本都过了。哎呀，周瑜呢？周瑜怎么了？过了吗？自己看了，通过了。哎呀！报告冰冰老师，我们都过了。哎，你淡定点儿。恭喜啊！冰冰姐，你这次真的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再生父母？冰冰，你别在意啊。谢谢冰冰老师。感谢冰冰老师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谢谢冰冰老师。啊，对了，之前说好的，你们过了我请客，这个我说话算话。哎呀，别，不用都帮我们过了，对，怎么好意思呢？让那个浩哥去。对，浩哥请。可以，毕竟是你帮了我们4个，得我们请你吃饭。听我说啊，我早就想好了，我呢带你们去我训练的马场玩。好，那我可以骑马了。可以啊，可以，我想去。我感兴趣。我会带一个朋友过来。朋友。哎呀，老谷！这次还真是多亏了老谷啊，提醒队员们要多注意文化课，要不然那一个个全歇菜了，友谊赛都直接不用去了。高帽就不用给我戴了，以后我做事别拖我后腿就行了。我抱你大腿。对了，郝弟，啊，马上友谊赛了，我想让我们2个组合训一下，培养一下默契。好，我觉得可以。你有什么合训的计划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夸也不是，贬也不是，这太能伺候你了。搞，准备烤肉，烤肉。来了。怎么样？必须的。这还挺香。看看谁来了？哎，冰冰姐库里，哇，这么多吃的，谢谢啊。来吧，我来吧。原来冰冰说带的朋友就是你啊。对啊，不欢迎吗？哦，没有，就是你来之前是不是也给我打电话呀？我要保持一点神秘感。那边有很多好吃的，我带你去。想吃什么？啊，你要吃什么？这个来串可以，给你了，可以，拿着吧。向前一步，每个人都有目标奔赴。我们携手共度多彩西湖，更引人注目，青春不负。每一天都是新的礼物，我们为爱付出，柔美西湖，让美好留住。烤好了。哎，还不够。同学们吃饭了，那个周瑜烤好了。吃完那走了吧？哎呀，你尝这个。9月的西湖，晨曦如歌如诉。你看什么呢？我在这个平台上打卡呢，捐步数就能做公益，你听过吗？还有这回事啊？哎，你天天在外面跑，要不你也下来？推我，现在就推你。玉姐，狐狸姐。来了。先去吧，给你们拿顿。来呀！看每一条波纹催促，每一条都在波光中欢呼。向前一步，每个人都有目标奔赴。我们携手共度多彩西湖，更引人注目，青春不负。每一天都是新的礼物，我们为爱付
付出，柔美西湖，让美好留住。火都小了。好在这次英语考试我们成绩考得都不错。是啊，上次周瑜从考场最后一个出来，吓死我了。就是，我跟吴昊在门口等你等得急死了。出来以后呢，轻描淡写一句，感觉不错。啊，什么叫说什么？就是轻松感觉不错，感觉不错。然后才周瑜，你也这么幽默了？冰冰姐，你看啥呢？哎，你们知道猎户座代表什么意思吗？爱情呢？恋爱呢，代表胜利。猎户。那看那边，3颗连在一起，一根斜线那块，看到没？哎，是不是那个？3个特别亮那个，左上角还有颗特别亮的。哦，那个就是猎户座，代表胜利。为什么这样？那正好，我们趁着胜利的寓意，我提议举一杯，感谢冰冰老师的帮忙，还有顾里的加入。对，好啊。哎，愿胜利陪伴着我们，下次比赛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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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！干杯！我记得当时男子100米决赛接力也是王继飞。那天，他在男子我们都看到了赛场上王继飞的强大，是无人能及的。他又一次包揽了短距离项目的所有金牌。但是我们无所畏惧，依然决定要一起努力，击败这个强大的对手。是不是研究完王继飞的比赛，压力又大了？坤光，这个王继飞到底什么来头？王继飞，从体型上看，手长脚长，的确是游泳的好材料。他10岁起便在省运会上崭露头角，拿到了50米、100米和400米自由泳比赛，以及200米混合泳比赛的冠军，还有3项接力赛的冠军。17岁那年，在全运会上一鸣惊人，以48秒21拿到了全国冠军，打破全国纪录。他这些赫赫战功，绝对不负于他泳界大魔王的称号。还有，据说他的肺活量也超乎常人的大。上次我听刘海波教练提起过，好像据说能达到12000毫升。那确实挺猛。我和你爸爸、刘海波教练、古教练作为泳界4大天王那会儿，刘海波的实力，在我们4个人当中，也是非常出众的。刘海波教练非常擅长研究战术和游泳技巧。王继飞作为他的首席大弟子，相信得到了他不少的真传。坤光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变得比他更厉害？人无完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。王继飞也有他的短处，以长击短，你才有机会击败他。
好你个臭小子，胆子大了，敢从背后袭击我了啊！过来！嘿，光光，敢不敢跟我切磋一下游泳？哎呀呵，是雄心豹子胆了，敢挑战我了？切，省省吧，你还是挑战你自己吧。啊，这样，如果过会儿的测试，你要是游得比上次快的话，我就好好奖励你。什么奖励？奖励就是我带着你一起看这届奥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直播，怎么样？说话可要当真啊！哎呀，我可是一个说到做到的男子汉呐！怎么样？有没有新鲜？有。好，来，热身，准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。比赛开始。在这次的短池世锦赛当中，俄罗斯已经收他们怎么游得这么快？对呀，所以你就要好好想一想，以后你要怎么刻苦训练，才能游得跟他们一样快，你才有可能有机会跟这一群世界一流选手同场竞技。你瞧瞧人家大白杨，多厉害呀！那可是为国争光啊！是大白杨厉害，还是欧阳飞羽厉害？反正都比你快。你看啊，他们每一个选手都有自己的技术特点，你要仔细观察研究，以后用脑子、用心、刻苦训练，你才有可能成为跟他们一样，做一名世界一流选手，明白吗？好，比赛结束了，走吧，收拾收拾，我们回家了。不行不行，还没看领奖呢。我们只需要研究他们的技术特点和游泳的姿势，研究人家领奖干什么？走了走了，被你妈妈知道了，你妈妈又不高兴了啊！这次友谊赛，我们的对手是邻省的强队。如果单从水平上来说，他们远在我们之上。但是，竞技体育讲求的是赛场的临场发挥，讲求的是求胜的意志，讲求的是团队配合与协作进取的精神。这些都是最后胜败的关键性因素。大家有没有这信心？有。好，老谷，整两句。这次比赛名义上是友谊赛，但大家都清楚，这是冠军赛之前两个老队友之间的较量。上次的交流，彼此都已经很熟悉了。他们队的王继飞，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碰上。我希望你们不要被甩下去。好了，开始训练。来吧，站起来吧，小伙们！
今天虽然练到很晚，但我真的体会到了团体作战的快乐。这是我以前一个人训练和比赛从来没有过的快乐。对，我和周瑜认识这么多年，可以说是彼此已经心照不宣了，能互相共频，也能互相体恤。真希望能一直这样游下去。我不知道，可能这次接力赛结束之后，我们又会变成对手。如果可以，真希望能和他一直当队友。谢谢你，可以一直鼓励我。来，根据你们最近的成绩表现，高峰第1棒，5号第2棒，胡景天第3棒，周瑜第4棒。这样安排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。3个，第4个，没问题啊。接力练习几轮下来，我们点评一下啊。第1棒高峰，出发正常，速度正常。第2棒5号，5号。你作为一个老队员，你应该是整个队伍的定海神针，你为什么又抢跳了0.02秒？完全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失误。第3棒胡景天，又晚了，你为什么总是愣神？在等什么？啊？第4棒周瑜，跳早了，每个人都有问题，说明什么？默契度不够，才开始练。才开始检测，这还不是比赛呢，就出现这么多问题，是不是欠练呢？默契度是接力赛的最重要的核心部位，需要好好练啊！教练，我们都5轮了，咱们你还好意思说第5轮？你到现在的慢半拍。行了，给你们5分钟时间放松一下，接着练吧。就你们目前这个状态，除了加强练习，还想别的吗？浩哥，你有啥想说的你就说吧。
我知道我们有问题，我也虚心接受。峰峰，你呢？我也会接受的。周瑜，我也想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。你看大家都可以，你就直接说吧。我说了啊，来，我们现在接力的问题主要还在后2棒。高峰，你是第1棒，你可以不那么稳，可以再拼一点，频率加起来。我们需要你建立优势。你放心，我能稳得住。好，景天，你要注意，我最后5米就是5下左手倒边。你可以在我左手倒边之前推水一下，你就可以启动了。周瑜，你就是反应太慢，总是慢一拍，你不要被周边人所影响。景天的能力可能跟我们还有一点点差距，所以他最后可能不会很稳。你需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他最后倒边。所以你只要算好时间就可以。景天，你重复一下。我得控制自己倒边的时候的规律，不能太不稳定了。走了右手，一定得确定是右手，5下就是右手。然后你倒边的时候是第5下的左手，起水的时候我就要准备出发了。周瑜，集中精神，注意景天动作。好，明天就比赛了，我们尽力就行。哪怕是场友谊赛，也得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厉害。为了咱们泳队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别管自己有没有，专注你们自己。不要受其他因素干扰，提高自己专注度啊！但是我要再强调一点，周瑜，不要抢调，踩着点啊！这次呢，你就先好好休息一下啊。侯景天，不要晃神儿啊！盯着哨点儿。老谷、老梁，两位还在聊，最后时刻也不放过。依我看，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。谁输谁赢，咱比赛上见。请。晨光里，回廊上寂静的赛场，寻找前进的方向。灯闪亮，抬头望，有一种力量，守住过往，越过阻挡。也曾经害怕，却从未退让。骄傲和荣耀，激荡着我拼抢。热血膨胀的我，站在恍惚中，默默地等待着，眼神笃定。生命守护着，心中呐喊，哦咿呀呀呀呀！高峰的状态保持得还不错，也就这样。哦咿呀呀呀呀！哦咿呀呀呀呀！哦咿呀呀呀呀！
第2棒5号吧。之前还在国家队碰到过他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他在国家队现在的水平是什么样子。这么低级的错误，这时候怪他有什么用啊？我们还有周瑜，我相信最后一棒他能做到。哎，低级失误，眼镜翻掉了。居然还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，太糟糕了。周瑜这小子状态很好。打腿呀！快！输了。做得好。本以为这次赢得漂亮，没想到技术后台分析出来，第4棒周瑜抢跳了。功亏一篑啊！我现在就是有点担心，周瑜知道了，可能会受不了。那总不能瞒着他们吧？你也不用担心，当年你也抢跳过，我也抢跳过，都经历过这种取消成绩的空欢喜的失落。这都是成长必经之路。没事儿，不用担心，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这样才能成长。别想了，我相信周瑜没有问题，能过得去。
一场队内友谊赛，让我经历了一段情绪起伏的蜕变。那天，高峰作为第一棒，表现稳定，让我们取得了领先的优势。5号接力后，继续全力发挥，让我们保持着领先的位置。然而，景天接过接力棒时，他的泳镜突然掉下来了。高峰和5号之前的努力瞬间化为泡影。轮到我跃入水中，期待着能够扭转局势，却被告知由于我抢跳，成绩被取消了。配合慢。这一切让我感到极度沮丧。单人赛我的精力和状态完全崩溃了，无论我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，都无法回到之前的激情和干劲，仿佛整个人被抽离了灵魂，在茫茫的迷失中徘徊。周瑜怎么回事？这孩子2人单人项目怕是都黄了，抗压能力太差，看来这心理素质以后还需要多磨练磨练啊。是啊。哎，老谷老梁，老谷，其实这次你们的状态非常不错，小失误不足以掩盖你们的实力，反而是我们那几个都不在状态。海波，你太谦虚了，赢了就是赢了，大家在一起交流才能进步嘛。只是你没让季飞上场，这有点让人意外。这可不是我故意的。季飞最近这一阶段参加比赛有点多，状态不是太好，所以我让他先养养。老刘，你可得把你手上这金疙瘩保护好了，多给整点营养品，好好补补身子啊，休息好，不然下次你让王季飞参加比赛，我们把他赢了，他又会说我们胜之不武，是吧？你看，毕竟我们队的实力都放这儿了，有些小失误那不很正常吗？我跟老谷调一调，很容易调过来了。那再赢你们，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啊。老梁，口气还真不小啊！你们几个都听到了吧？我们的对手可有强大的实力，
这次回去给我好好训练。下次人家可不会再把银道手的冠军拱手让给我们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行，好，老刘，你忙啊。我决定了，我给我这个刘教练取了个新外号“刘福利”。天气挺好。高峰，周瑜呢？自从他上次出发抢票之后，他的状态很差。谁都有在比赛中犯错的时候，我们队的事用不着你来操心。我只是好心帮助你们。用不着你来说。5号呢？他这次的成绩相比他在国家队的要差很多啊。如果他需要帮助，记得随时找我，我会帮助你们的。等我浩哥回来，不分分钟秒你，你装什么呢？别理他，走吧。教练，哎，他们2个呢？哦，5号来吃饭走啊。周瑜没来。周瑜去哪儿了？没见到他。小郭，我找周瑜去啊。你先吃，我待会儿马上过来。怎么一个人躲这儿来了？心情不好？就是一场友谊赛，没事儿啊，不就是抢跳了吗？以后多花时间好好练习练习就好了啊。男子汉大丈夫。还为这点小事耿耿于怀呀？不用安慰我，随便骂我。是。哎，别说，就在刚刚，我还真想骂你，当着所有队员的面，骂你出现这样的失误，这种失误不应该也不可以出现在我们泳队里。我想骂你，就是想让所有队员都记住这次教训。行了啊！只要是失误，就可以改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啊！至于这样愁眉苦脸吗？下次锦标赛，更高级别的比赛，争口气，把他们全赢了，不就行了吗？输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能再重新站起来，啊！好了，行，走，跟我吃饭去，都等着呢。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吧。行吧，快点啊，都等着你呢。这次的比赛结果啊，还是不尽如人意。我发现这次的问题主要出在团队精神方面。为什么会出问题呢？他们平时训练有没有思想高度一致？哎，
你们啊，不要仅仅在提升个人能力上下功夫，这是一个综合因素。你们要想想，校长，这次泳队的失误，作为教练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老谷，这事儿你就别跟我抢着扛了。周瑜和胡景天都是我带的队员，作为主教练，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其实这2位教练平时都非常尽职尽责，作为领队，我是看在眼里的，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呢，都是我的责任。我没有关注到这个队伍凝聚力啊、默契配合方面的问题。你看，这就很乱了。我看这个接力队啊，凝聚力问题跟2位教练的分组执教有一定的关系。一个接力队啊，就应该是1个教练。哎，郝迪，这事你看怎么样？您说的非常对，毕竟2位教练的执教风格还是有所差异的。好，那就从今天开始就着手准备选拔教练事宜，从古教练和梁教练中选出1位。大家看怎么样？好，您放心，到时候会请各位领导，各位教练，特别是运动员们共同来参与到教练的选拔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应该让运动员们选出他们自己喜欢的教练。哎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放平心态啊，不准多想。不过我还真认为1个教练带接力队，对接力队的发展还是好。老梁，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啊？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就让队员们自己决定吧。老谷，到时候你被我比下去了，别又跟我甩脸了。我输给你啊！老梁，你这辈子看不见了。哎呦，赌一个？赌啊！5顿饭3.9。准备好钱，别到时候耍赖。愿赌服输啊！你们2个真是像小孩似的。我做见证人啊！哎，见证有份啊！你看，把我俩全带坏了呢。我要怎么样才能变得比他更厉害？人无完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。王继飞也有他的短处，以长击短，你才有机会击败他。你还别说，就在刚刚，我还真想骂你，当着所有队员的面骂你出现这样的失误。这种失误不应该也不可以出现在我们泳队里。我想骂你，就是想让所有队员都记住这次教训。哎，高峰，让他自己冷静一下吧，别管他了。好了啊！只要是错就能改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啊！至于这样愁眉苦脸吗？下次锦标赛，更高级别的比赛，争口气，把他们全赢了，不就行了吗？输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能再重新站起来。